新老病院小儿科医师陈柏松表示，咳嗽、流鼻水是常见的感冒症状，但如果囡仔持续咳嗽、插鼻，特别是困到一半醒起来，或者暗时咳嗽等症状，就要怀疑是不是下蛊。因为气喘在小朋友身上，其实往后如果好好治疗是有机会不会再发作的，不像大人这样子，所以希望爸妈可以注意到小朋友的一些小症状啊，然后甚至也可以观察到严重的状况，那这个可以减少我们这样严重型气喘的发生这样子。像小朋友有一些比较，他不像大人就会觉得有 HU 的声音很大声，他们比较会有的时候是像咳嗽一直都不会好啊的，咳到1-2个礼拜，甚至到1个月、1个半月都有。对，那有一些，另外就是像晚上会咳得比较明显，甚至睡觉的时候半夜会咳醒，这样子的状况都是小朋友会气喘的表现。因为他们在喘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熟悉自己身体的感觉，不知道喘的感觉这么明显，这样子，他可能就是用咳嗽来表现。医师强调，有研究显示，如果囡仔在1岁以内曾经感染过呼吸道融合病毒，会增加7岁进前诊断下蛊或者呼吸道过敏的机会。如果家长会用注意下蛊的细微征兆，亲像扫真久拢袂好，如果排毒偏严、胃食道逆流、加异有吸入等因素，就要怀疑是毋是下蛊。把握愈细汉治疗，才会避免日后重复来发作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